耳其呼吁中国关闭集中营。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汉尼阿克索就针对维吾尔突厥人实行的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而发表了书面声明。土耳其呼吁中国要对严重人权侵犯的刑警所引起的不满予以关注为盼。声明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向维吾尔突厥人和其他穆斯林社区的基本人权进行了践踏执行，尤其是在最近2年内的严重加剧，而提到了国际社会的议程上。另外，声明还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痛苦地获悉到因一个作曲而被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的珍贵的维吾尔民间诗人阿卜杜日伊姆赫伊提在监狱的第2年去世的消息。这一事件让土耳其舆论对新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不满进一步加深。土耳其民众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聚集在土耳其特拉布宗孤立巴哈尔夫人清真寺的穆斯林群众为多年来受到中国压迫的东突厥斯坦人祈祷。另一方面，土耳其民间组织成员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行为。阿萨德继续杀害平民。阿萨德政权和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在伊德利卜减压区境内的居民区继续进行袭击，导致一家5口人死亡。阿萨德部队违反索契共识，对伊德利卜减压区境内的汉晒混和一些居民区以及哈马省北部的一些地区进行了炮击。以色列部队袭击了清真寺，一群伪装的以色列部队袭击了拉马拉贾马尔清真寺，并拘留了巴勒斯坦宗教事务和宗教事务部成员哈姆扎贾讷姆。3名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的拉马拉西岸清真寺遭到以色列部队的突袭并受伤。俄罗斯，美国要放弃最后通牒。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表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可能会谈需要认真准备。为进行正常对话，美国应该放弃最后通牒。安东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网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可能的会晤需要认真准备。美国应该放弃最终通牒语言，以便进行正常的对话。